準備去兼職一份新嘅工作，依家我去見下我嘅新老細。呢個老細就犀利啦，一上嚟咧就係長期合同，而且冇試用期啊，我都冇得揀啊，只可以做一世啦。噔噔噔噔，係嘅，我要做爸爸啦。我嘅新老細你好啊！第一次返工講唔緊張係假嘅，但後尾我先發現，我所有嘅緊張喺呢一刻咧都顯得好輕。真正企喺嗰個關口嘅人係佢。好多人咧都話我結婚遲，其實唔係冇諗過，而係呢啲年咧我一直喺度拼緊事業，總係覺得咧要將事情先做好，先有底氣去承擔更多。直到今日，我一個人企喺產房外，走廊好長，燈好白，時間慢得好似唔係真嘅。門嘅嗰一邊係佢，我聽唔到佢嘅聲音，但係我卻能想像得到佢每一分用力，每一陣痛。呢一刻你先明白，所謂嘅做爸爸，只係你簽一份一世嘅一個責任，但係做媽媽呢，係佢將自己交出去，換嚟一個新嘅生命。嗰啲唔叫辛苦，係你呢一世都話唔清嘅溫柔。因為我知道，我所有嘅努力都要配得起佢呢一刻嘅勇敢。依家好啦，身份升級啦，開始兼職做爸爸啦，責任咁重啦，心都更加定落嚟啦。好啦，我要去照顧老婆噶啦。用我放假幾日啊，到時返嚟賺奶粉錢啊！